市府经发局伫去年针对关庙市场建物办理安全检查的时，发现部分的店铺因为内部的装潢无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爱拆除，而且嘛伫今年的5月召开拆除的说明会。对此，摊商除了烦恼拆除时无法度来做生意，而且后续的费用到底是谁爱来支付？因此向着议员来申请。我感觉安尼是无合理啦，吼。咱去共租厝，人头家、厝头家嘛是爱，吼，拢甲你用较好，啊，咱才甲租啊。伊若要拆，阮拢无法度做工课啊。对此，议员曾嘉欣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，首先询问发展处，如果厝卡向着厝头家来租厝，房屋的修缮费用到底是谁爱支付？同款的道理，议员表示，店铺是向市府来承租，议员认为费用不应该是店铺自行承担，因此向市长来递交订正书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会搁再甲摊商来沟通，无取得共识进程，先来暂缓。市长，我想要在这边希望你可以承诺，拆除后你们要恢复成铺位，可以吗？在我们决定之前，那个市场处的那个公文暂不执行，可以吗？好。同款市场的问题，还有规定的公有市场。因为进前议员曾嘉欣就一直关心规定市场排水沟的改善，不过伫市府编列600万的经费，结果水沟开了400万，议员除了质疑其他的200万开去佗，另外对着水沟工程嘛质疑施工单位的专业甲品质。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